后来乡亲啊，目一个年都要到中秋咯，为着身体健康，要安怎来食月饼上界妥当咧？这个营养师讲，这个广东式的这个月饼热量真悬，尽量卖食，尽量是食咱台式的，或者是水果月饼。啊，这个食烘肉，或者是月饼，上好是配这个无糖的饮料，安尼较无负担。另外，台北市卫生局嘛提前针对着糕饼店甲食材行，也有相关的烘肉食材来抽验，结果发现有一款伫咧网络顶在卖这个烘肉的组合内底进口的红毛丹，这个砂糖剂超过标准，已经要求网络平台爱回收落价，啊，若照规定，将罚款6万到2亿。香港的烘肉月饼，逐项拢是中秋节有可能食的物件。台北市卫生局检查中秋的食材，结果发现讲有3件标示无合格，而且内底还有1件有农药残留。红毛丹，那它是检出我们的农药残留、杀虫剂的在面临它的超量，包装标示写到它是检验合格的一个产品，它事实上也涉及到夸大不实的部分。网络顶关卖烘肉组合内底，这种冷冻的红毛丹农药超过标准，另外内底还有高粱口味的烟尘，嘛有己2烯酸，虽然讲含量合格，但是同款无标示。卫生局已经要求业者袂当阁卖，会继续追查商品的流向。另外，中秋节一欢喜，无小心就食足侪物件，要安怎食身体才袂有遐尼大的负担？来听卫生局安怎讲。面是看起来是比较金黄色的那种，就是比较属于广式月饼。那它的热量的话，会相较台式月饼会比较热量比较高一点。那一个月饼如果可以跟同事或是跟亲朋好友一起分享的话，我觉得就是有吃到月饼的感觉就好了。营养师嘛建议讲，食油绿绿的烘肉，还有甜蜜蜜的月饼，上好是搭配无糖的饮料，安尼较袂胃，对健康嘛较好。